蔬菜統營處係根據香港法例第277章《農產品統營條例》於1946年成立，肩負提供蔬菜批銷服務同推動本地農業發展兩個重要職能。菜統處長沙灣蔬菜批發市場為蔬菜批銷商提供完善嘅批銷環境同各種服務配套，而機構嘅盈餘會撥入農業發展基金，支援漁農自然護理署同業界推動本地農業發展項目。當蔬菜運到市場後，會喺銷售場地卸貨及進行批銷，並利用羅卡做買賣記錄。透過市場嘅會計服務，賣家一般會喺蔬菜售出後48小時內收到貨款，過程方便快捷。為配合蔬菜批銷商業務發展需要，市場提供多項便捷嘅服務及設施供商戶選擇，包括新增租金制許用地、辦公室、停車位及冷庫等。除咗提供蔬菜批銷服務外，菜統處聯同魚類統營處積極參與各種大型展覽活動，例如美食博覽、亞洲素食展、香港餐飲展、年宵及協辦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致力推廣本地漁農產品。我哋亦去到唔同嘅學校、商場同企業進行宣傳推廣。為便利市民購買本地漁農產品，漁菜統處共同推出本地漁菜直送網頁、手機應用程式及實體銷售店，提供線上線下嘅購物服務。菜統處嘅優質蔬菜包裝中心每日處理訂單同貨品派送服務，讓市民安坐家中都可以品嘗到新鮮嘅漁農產品。另外，菜統處一直同內地多個省市嘅政府、企業保持緊密聯繫同合作，協助內地名優農產品打造品牌同推廣行銷，擴大佢哋嘅銷售市場。喺處理剩餘蔬菜方面，菜統處將剩餘嘅蔬菜捐贈俾唔同嘅慈善福利機構，回饋社會。此外，亦與環境保護署合作，定期將剩餘蔬菜送到有機資源回收中心處理。菜統處會與時並進，繼續履行使命。